山线是一条整整又浪漫的内山公路，突然哈哈是浪漫推山线的起点哦。突然是客家事务局特别举办了兼具文化、理行、老产业推广的2027浪漫推山线突然立福节的活动，推广突然合作慢食、慢游、慢发的生活方式。强时间欣赏突然合作的浪漫姊妹哦。礼拜发通举办的所在是伫龙潭的三巷社区哦。讲到三巷大家可能唔系当熟识，佢一到三门水库嘅保护区地备度，所以保留当地的自然生态。细细会夹夹去报名，让大家共下欣赏三巷嘅风景咯。大家好，我是凤山特派员谢谢。大家要知道我今本打扮当健康当有法律吗？因为我今本日会参加一个当健康的活动哦。大家知道是乜嘅活动吗？冇错，就是浪漫推山线突然立福节内山浪漫路走的活动哦。等下我就会让大家共下洗去做暖性运动，以下就做得有一张浪漫的路走嘞哦。主办单位估算的报名人数是2300人哦，不过两下是超过2000人嘞。没有小朋友听得妈妈共下来运动嘞，现场两片真是很人山人海，动脑人呢。推山线是一条动有客家人文风情的浪漫大道。突然是政府加定了浪漫路走，本参加民众感受富强的合作人文、历史老产业的发展，真是当站到的事情哦。现场的合唱舞台还有邀请客家歌手来表演哦。细细运动，观众朋友你都是慢慢的欣赏好听的客家歌咯。真是动人哦，老空拍机挥挥手。好的 ，Hello， 买对两片，等下就会开始跑了哦。3、2、1。礼拜的泸州活动对三项自然生态公园出发，分做全民族4公里、老立法族7公里2条路线。参加的民众就得走一个身体状况，选一个适合的路线哦。2300人共下对微凉的秋天，用一个双脚走出一个秋季浪漫哦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一边开心击掌的同时，也要注意天上有空拍星球哦，大家加油！保障，保障！为到个水饺地背肚，命来命去，系在做乜嘅啊？哦，命咧啊！
命寒的哦，俩下还有寒的做得命。我记得我细时节有命过寒的，不过啊，俩下都命寒的深度嘞啦。系啊，俩下呢哦，莫是从安讲啦，不过亲像你。好，安好哦，安样我咪上的命，你讲我一只同的好冇？这片水是对茶铺行引过来的，水质冻强哩哦。因为大概上门水库的水面保护起地不度，有总得建设的规定。虽然社区无法度发展，不过也因为安样保存了当地的自然生态哦。嘛是了下三行社区居民感觉真好彩的事情哦。但将行出家门，慢来就系冇半人打败的大自然秘境哦。你看，我命到安到寒的哦，今半日啊就得让我妈妈加菜嘞啦。不过，都奇怪，大自家用全部冇电梯嘞。快梯嘞，听从系我大宋听到时间，我实在是对佢了嘞啦。哦，对安球用汉晚看到大自家喏，系咪行错路嘞？用架山喏，有变化诶！这变化很强哦，春江夏润秋树冬葱，本台即卡一看就做得了解江天人人烟道头的想法，我先来去做上好嘞。4公里的全民族的路线，难怪了下都冇看到扮啥人。不过咪唔怕啦，我想讲吼，我自动作来两边聊一下，我带我去枫桥看一下哦，哈。太平枫桥建到1923年，是两滩太平村民开埠去三行买嘅时节停从下行嘅路哦。桥头有一条石阶路，就是通到三行嘅古头位置。枫桥是当年由日中从两滩居民老日本人帮助下完成的，用的是该用时建筑土人太准。强壮的风筝哦，枫桥还有一个东上印地的特色，就是其的桥墩，一般糯米桥的桥墩是弓形的。不过，太平枫桥水内的部分的桥墩，看起来就像一只船，头前是尖的，水流到头前就会破开。水流大的时节啊，就很像乘风破浪强人哦。下背是平的，按样流过去的水就唔会翻天，转过来啊，冲到桥墩。也因为按样特殊的设计啊。太平枫桥，将做得到两下都保存到安完整。
做研究都是有一点要呢。啊，家下我又拄到一只台北妹，伊讲鸦片有一条路街，地北度的好料全部只是记到菜田人一家做的哦。两条街按到山巷路街，地北度的东西听出是当好事。我想的是牛文水、菜包，还有米线馍啊，讲到我的喉咙水会流下来嘞。莎莎，听我唱下一首吧。山巷路街，单枪短短到200公尺，沙溜店有到当年浓浓的客家文化哦。都天然风景，还望不人打发嘅路头牌啊！台汉海碰顺有细细嘅森林，係动物嘅天堂哦。海水下千年世界做得航船，山巷就变做服务吉山港嘅中心。也因为安样，成就路界最繁荣的光景。1927年，日本人建筑桃园台圳，圳水也对台湾海改编过来，本台湾海水位悄悄地跌下去哦。加上公路的发展以后啊，后摆山巷的繁荣冇见体嘞。来到两片银下，单枪看两条东西，以上路头牌两片又极繁荣嘞。总算系真累嘞，台车卡停车都到嘞，只等我一下吧。系哟，你都做埋安样，我虽然行唔错路，不过未图大家去看东到山巷的风景啊。为让你哋好嘞，我是碰顺的工人，让我诉讼的心一点一点补进来。山巷自然生态公园到上门水库下背台湾海的碰顺，伫日本时代是无限七彩的渡船头，把妹因为水源渐渐的冇体嘞，高加上沙沙虫跳沙沙嘅日，老冇爱嘅分数叠进来，严重打坏两片本来嘅样貌。伫大家嘅帮忙之下，老上门台圳嘅水面引过来，渐渐就改善两片嘅环境，变做你两下看到嘅自然生态公园哦。山巷自然生态公园规划嘅世界啦，是想要保持经原本嘅样貌。地北度啊，做唔得掉所以啊，两片嘅动物就见来见到，两片就变做野生动物嘅天堂。也系民众台人设置穷下来了前好嘅地方。我行错路线嘞，有一些冇感应呢，连山巷天马头的静静的风景我都冇看到，所以我两下决定去一家老两片行一片，慢慢享受我的浪漫时光哦。
天马头看起来动发动点睛，到天马头当头行了的世界，从行到遍体汹涌，顺便上门台尊行过去，两边的树呛呀呀，两边还有蝴蝶花廊老上童话景，本两条自浪车专用的车道，做得汽车来了，咪做得慢慢行路散步。用了的世界，突然不看人来散行聊一日，真是很动好的选择。空气很好呐，规家人精神都来了，唔会甜累哦。观众朋友，有闲你就停下来散行那边聊聊啊哦。时间咪差唔多咧，我要转去让我妈妈教菜咧哦，拜拜。